全员平安，平安。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用一首《你真伟大》加我神真伟大，一起来全人全心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拍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他是行奇妙异事的神。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动，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当我想到神迹约在他儿子降世舍命，我几乎不理会主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一起来宣告，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阿们。我们继续来唱，欢呼的声音就响彻在这个地方，响彻天空，向我们的神来大声的唱。主接我归天家，我要归下，让我们一起谦恭地来谦崇拜，恭地崇拜敬奉，并要颂扬，让我们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再一次来说，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再一次来唱，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再一次举起你的手来唱说，我神真伟大，我神真伟大，歌颂你生命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全地都看见，
全你都看见，我神真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拍掌，将一切荣耀都归给那在天上我们的父神，他真是伟大，他真是伟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的带领你的孩子来到你的圣所，我们要来敬拜你；来到你的圣所，我们要来荣耀你；来到你的圣所，我们要来颂赞你，因为颂赞你、敬拜你，可以恢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借着我们的敬拜，我们再一次与神来对准，来跟神对齐。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被打开的，都是要来朝见你的。当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当世界沉默无语，你将旋律放在我心中，我要永远赞美。你可以用这首歌喜和的感动，你离开如果你不会唱不熟悉，你也可以用你的心来领会。我心，我深爱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圣所就是你现在站立的地方，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当天地一片黑暗，你话语照亮全世界，荣耀充满全地。当世界沉默不语，你将旋律放在我心中，我要永远赞美。我心何等感动，你离开天上荣耀，也居住在我心，我深爱你。我要来敬拜，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各位弟兄姐妹，邀请你们一起来祷告，为你自己的心来祷告，为你今天你想要听到什么，你想要神告诉你什么，你想要得着神什么，你向你的神来说，向我们的神来说，自己来向我们的神来求，开口来祷告，为着你今天你自己在这个圣所你想要得着的来祷告，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向你来求，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要被你来得着，主，我要被神你来教导，主，我要被神你来教训，主，我希望能够帮助我，主，让我恢复我的生命，让我能够来对准你，恢复我的生命来跟随你，恢复我的生命来火热的来跟随你，主，帮助我借着今天的服事，借着今天的聚会，主，让
是需要被激励的，无论我们是需要被提升的，无论我们是需要被扩张的，无论我们是需要被神来指明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迷惘的，我们是困惑的。主，求主你今天你就借着今天我们在这边的服事，我们今天在这边的敬拜，主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主让我们被建造，让我们被指明，让我们被教导，让我们被提升，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事情是可以被解决的，因为我们愿意交托给你，因为我们愿意敬畏你，因为神你说，当我们愿意敬畏你的时候，主你就会为我们开道路。谢谢主，谢谢主，帮助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名，阿们。你是信是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尊重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你是信是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尊重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你是信是真神，荣耀君王，我一生尊重你，我的主，你触摸我心，使我完全，我愿降服于你。我要敬拜你，主，你恢复我生命，献上我心，成为你的圣所，唯有你耶稣能得着我的心。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神的同在，我们就像在天堂一般。因为神的同在，天堂就会降临在这个地方。你同在，如同天堂降临。这世上有谁能够像你？你的爱心灵柔美诚实无的来敬拜止他，境，来渴慕他。世上无能事与能相比。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主，你是我生命的翅膀，我软弱时你充满怜悯，从一切错误中拯救我，赐给我未来的新生命。你同在，你同在，如天堂
相比。唯有耶稣，唯有耶稣，唯有耶稣能够满足我们的心。世上无一事无能相比。向神来唱说，唯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唯有耶稣，唯有耶稣，你能满足我心。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你同在，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如天堂降临。哦，耶稣，哦，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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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如天堂降临。你同在如天堂降临。把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心灵来感受上帝的同在。不论你有没有看见上帝，但是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上帝就在我们当中，因为圣经说，2、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就有主在我们的当中。我相信这时候主就在我们的中间，他要拜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他要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让我们可以更亲近他，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如果没有什么样子的软弱，什么样子的亏欠，什么样的疾病，当上帝来拜访我们的时候，寻求神的同在，寻求神的医治，让主触摸你的心，让主来医治你，让上帝来看顾你，帮助你。哈利路亚，亲爱的父神，我们要把自己当作活祭献在主的面前，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请你来触摸每一个孩子的心。你知道我们这个礼拜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或是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所走过的，不论是有苦，不论是艰难，但主你都看见。求你今天晚上就来恢复我们的生命，塑造我们的生命，再次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你大能的同在，在你的同在当中，我们要得着医治，得着释放，
得着改变。恭敬的把每一个孩子，把每位弟兄和姐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看顾、呵护、保守。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好，弟兄姐妹请坐。大家平安。还不是很习惯哦，回来跟大家一起做礼拜哦。好，因为还需要大家打 pass。好，那我今天又看到很多的新面孔啊，所以我要再自我介绍一次啊。好，我是以前在2005年在这里担任迦南教会青年牧师的陈柏志牧师。好，那很高兴能够有机会能够回到桃园迦南。好，今天看到陈鑫打鼓哦，好，真的是跌破我的眼镜哦。那时候他都还不会打鼓，哇！现在鼓打的呢这么好，你的师傅是谁？黄君毅哦。今天君毅去哪里？今天尾牙去尾牙。表演魔术。好，我们为他去表演魔术啊，希望他能够中大奖啊。好，上一次2个礼拜前呢，牧师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啊。要分享之前，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是出埃及记19章1到6节。好，那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看着荧幕一起来读，请。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正好在满3个月那一天，到了西奈沙漠。他们先离开利非定，然后到西奈沙漠，在西奈山下扎营。摩西上山朝见上帝。上主从山上呼唤摩西，要他告诉雅各的子孙以色列人说：你们已经看见了我，上主怎样对付埃及人。我背着你们，正像母鹰把小鹰背在翅膀上，把你们带到这里归我自己。如果你们服从我，守我的约，你们就是我的子民。全世界都属于我，但只有你们是我的选民，是神圣的国民，是侍奉我的祭司。第5节、第6节，我们再一起读一次。如果你们服从我，守我的约，你们就是我的子民，全世界都属于我，但只有你们是我的选民，是神圣的国民，是侍奉我的祭司。2个礼拜前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人的尽头就是神的什么？起头。那还记得摩西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什么？拉上来。好，拉上来。好，也不要有人把它说拉出来。好，拉出来呢，好像比较没有那个意思。好，拉上来的就是从水里面把它拉上来。而上帝用摩西这个名字，这个人，好，来告诉我们，当人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而上帝他就可以行很多奇妙的工作。我们看见法老、摩西都听见上帝的话，可是法老和摩西他们对上帝的话的反应有没有一样？非常的不一样。法老是听了又拒绝，先拒绝，然后呢不得已接受，接受之后又再拒绝。但是摩西一开始是连续拒绝，但是当他接受之后，他就不断的相信。所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话，要做出选择。跟旁边的弟兄姐妹说，面对上帝的话要做出选择。面对上帝的话要做出选择。你不是法老，就是摩西。好，再对他说，你不是法老，就是摩西。你不是法老，就是摩西。那你想要当法老，还是想要当摩西？2个都不想。好，但是呢，如果让2个可以选择的话，这2个你一定不要成为那法老，因为最后法老是葬身在红海底下。而今天呢，我们继续沿着出埃及记，看到这一群人被上帝带领来到了西奈山下。而今天这段经文，好，让我们看见，再复习一次。好，出埃及记有3个重点。好，40章里面，如果我们要真的把出埃及记读完，你只要记住这3个重点，你一定读得完。第一个，上帝的拯救，请说。上帝的拯救是1到18章。第二个呢，第2段是上帝的立约，是19到24章。第3段呢，上帝的同在，就是从最后最长的25到40章。上帝的拯救，上帝的立约，上帝的同在，
就是出埃及记上帝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而这个信息不是只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也给今天在迦南教会参加周六礼拜或是在线上参加礼拜的弟兄和姐妹。上帝要拯救你，上帝要与你立约，上帝要与你同在。阿们。阿们。跟你旁边人说，上帝要拯救你。上帝要拯救。再对另外一个人说，上帝要与你立约。上帝要与你立约。再对另外一个人说，上帝要与你同在。上帝要与你同在。上帝的拯救呢，代表我们的身份，像以色列人以前是做苦工的奴隶哦，但是呢，居然在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他们是一群上帝的子民。从奴隶到埃及人的奴隶，到上帝的子民，这是180度的翻转。而上帝的立约呢，是我们今天要看的重点，代表这一群人从嗷嗷，什么叫嗷嗷？逮捕啊！你们的国文程度都不错啊，嗷嗷逮捕。好，那请问嗷嗷是什么意思呢？这边有没有中文系的？有，就是我，哇，我中文系的。嗷嗷什么意思呢？嗷嗷呢，就是一种哀声、哀叫的声音。所以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有没有哀叫啊？一天到晚哀哀叫啊！你什么时候会哀叫？上一次哀叫什么时候？这位帅哥同学，还记得上次哀叫什么时候吗？没钱的时候，还有呢，受伤的时候，或是呢，可能选举没有选上，没有选你想要选的人没有选上的时候。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呢，嗷嗷哀叫，嗷嗷待哺，就是当那个小鸟嗷嗷叫的时候呢，就会刺激那个母鸟，母鸟呢它就会出去抓虫，抓到把它那个虫塞到它嘴巴里面去，它才不会再叫。而他们在埃及的哀声就像是这样，可是呢，嗷嗷却变成翱翔，翱翔我们就知道，好像是老鹰一样的飞翔。而最后一段呢，是我们下个礼拜分享，好，下礼拜、下礼拜，上帝的同在呢，让这一群人他们是硬颈哦，脖子很硬。好，什么叫脖子很硬？好，就是都不低头，好，就是他们不愿意顺服下来。可是这一些呢，头很硬的、脖子很硬的人呢，上帝称他们是上帝的产业哦。这是我们下礼拜和下礼拜要看的。所以出埃及记呢，让我们看见身份的改变。所以今天这段经文，他们离开了埃及，来到了西乃旷野。这一段路线呢，好是我们可能如果小时候有参加主日学，好熟悉的路线。从左上角的这个尼罗河三角洲的兰塞，然后到了苏哥之后呢，就准备要进入过红海。过红海呢，好，过了红海之后呢，来到第一站叫做马拉，好，就是水变成苦。然后呢，又继续往前呢，以琳，好，有水泉啊，70棵树。然后呢，再来到了利非定，刚才我们读到了经文。而再往前一点点，就是西奈山下，就在山下与上帝立约，好，这条红色的路线。所以我们称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半岛？西乃半岛。好，那西乃山呢，就在西乃半岛的下面的地方。好，这是传统对于圣经地理的认识。但是呢，好，在21世纪，好，我们现在是什么世纪？21世纪了。好，21世纪的圣经考古学家呢，发现当时候出埃及的人呢，可能有另外一条路线，比这条红色的路线呢更多的考古。这条路线呢，好，是一个危机变成转机，是一个过红海，像受洗一样。好，这群人过了红海之后呢，受洗开始服侍上帝。而他们原来是去到一个茫茫未知的旅程呢，可是他们带着信心往前走。而这个新的路线呢，好，沿着变成这条蓝色的路线。所以本来的尼罗河三角洲一样，同样的地方，下一站到了苏哥。可是呢，他们穿过了整个西奈半岛，才来到了比哈西路跟巴利喜分哦。而圣经当中的红海呢，不是在西奈半岛的右岸，好，是在西奈半岛的左岸，好，是在西奈半岛另外一边，所以那个地方也叫做红海。而考古学家呢，好，在这个地方呢的红海下面呢，考古发现，好，下面呢有埋葬古时候的车辆的轮子，甚至还有兵器，好，
比其他的红海的地方好，都还没有找到。所以有考古的证明，好说这个地方呢是最有可能他们过红海的地方。如果红海是在西奈半岛的左半边的话，那西奈山就不在西奈半岛，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个地方，绿色的米甸这个的地方。西奈山呢就跑到这个地方去哦。所以很多人有去过以色列，去圣地，去爬西乃山。好，可是呢，如果西乃山不是在那个地方，是在这个地方，那表示呢，可能要再去一次，好，不同的西乃山哦。不过呢，坏消息是呢，这边的西乃山呢，好是土耳其在管，还没有开放，所以它不开放观光哦。好，但是呢，有一些照片或是有一些资料呢，你可以上网去查。而我比较认为呢，西奈山好的确是在米甸阿拉伯半岛上面哦，好，因为有很多的资料好证明。但无论如何呢，我们从圣经当中来看呢，圣经说他们出埃及的第3天，好遇到了没有水，然后呢有水了，可是水却是苦的。上帝却在让他们把他们木头丢到水里面去，让苦水变成甜水。他们有水可以喝，上帝在那边教他们律例和典章。而他们出埃及后的1个月，大约是30天左右，他们吵着要吃肉，又吵着肚子饿，上帝就给他们鹌鹑，又给他们玛纳。而圣经说，上帝要他们来测验他们是不是遵守上帝的话。后来又遇到了他们又没有水喝，上帝要摩西吩咐磐石出水，在那边教导不可试探。又往前走，又遇到了在那边的亚玛利人。这亚玛利人呢是以扫的后代，而上帝要他们教导征战。到47天，他们终于来到了圣山，就是西乃山或是西奈山，在那边准备要与神立约哦。所以在离开埃及到山下，这当中呢，至少有将近50天的时间，他们呢经历了一战又一战的考验哦，一战又一战的考验。而他们到了山下的时候呢，上帝呼唤他们，这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上帝在山上要与他们立约的时候，上帝说：“你们已经看见了我，上主，我就是上主，怎样对付埃及人，曾经用10个灾难，曾经用杖使摩西能够把红海分开，而背着你们，正像母鹰把小鹰背在翅膀上。”你有没有看过母鹰把小鹰背在翅膀上？没有。有看过母鸡把小鸡背在翅膀上吗？也没有。而这段经文呢，我想了又想，母鹰把小鹰背在翅膀上是什么画面呢？去 Google 半天呢，找不到这样的图，所以呢，就只好请这个 GPT 再帮我画一张。这个 AI GPT 呢，他又画了一张，把小鹰背在翅膀上，可是呢，他画了4张呢，看起来好像不是背在翅膀上，所以我就请他可不可以再画一张是真的背在翅膀上的呢？想看吗？想啊！结果呢，他就画了这样子，哇，好大只哦！这个好像搭着飞机一样，好，这个小鹰果然在母鹰的翅膀上，但是这不是真实的照片，这张是另外一张，也是 GPT 画的。这个好像在搭这个滑翔翼的感觉，可是呢，这让我们有一个感觉，有一个 feel 啊，母鹰把小鹰背在翅膀上，在真实上好像看不到这样的画面，但是这是上帝的一种形容。上帝要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上帝像是那只母鹰，以色列人就是母鹰翅膀上面背上的那只小鹰，做什么？带着它翱翔，带着它飞翔，要飞到哪里呢？就是要飞到迦南，飞到应许地啊。所以，这段经文呢，刚才我们读的是现代中文译本，而我现在改成用和合本来读。他说：“你们都看见了，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们来归我。”这是上帝的一个结论哦。上帝说，他已经把你们都带来了，
带到我的面前。怎么带呢？好，是在第5节。好，我们来读第5节。如今你们若真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上帝他知道怎么样把他们带来归上帝呢？就是2个红色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好，我们说一次，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如果我们要看见上帝带领我们的生命，要归向上帝，我们就需要有上帝的话，而有上帝的话才能够听从，有上帝的话我们才能够守约。所以呢，上帝说：你们若真的听从，若真的遵守，这是一个关键条件。真的有听，真的有遵守，这样子你们就有这3个身份。哪3个身份呢？好，我们一起来说。绿色的，属我的子民，祭司的国度，神圣的国民。如果我们要归向上帝，如果我们要做属于遵守、听从、遵守上帝的话和约，我们才会有上帝的子民的身份，祭司的国度，神圣的国民。这3个身份呢，重不重要？重要。好，但是呢，对很多年轻人来讲，我可能考上大学比较重要，我可能呢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考上证照比较重要，我可能找到一个好的对象比较重要。但是呢，在上帝的眼中，做神的子民，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神圣的国民，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怎么重要呢？我们等一下来看。为了这3个身份，摩西他先召集百姓当中所有的长老，把他们都叫来，告诉他们几件事情。上帝要颁布，亲自在我们的面前显现，他要与我们立约，所以他要百姓们呢，前2天分别为圣，要把衣服洗干净。第3天要预备好，因为上帝要降临。而在山的周围，这个西乃山的周围呢，都要划定界限，不能随意靠近、随意触摸，因为上帝是神圣的，任意靠近、任意触摸就会死。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呢，当上帝降临颁布律法的那一天，就是他们出埃及的第几天？50天。50天代表过了几天？49天，所以叫做77节。好，77节就是7个7，就是49。它又叫做5旬节，好，一个旬就是10啊，5个旬就是50。所以上帝颁布律法是他们出埃及的第50天，而在新约当中，耶稣复活的第50天是什么节？有没有人知道？耶稣复活的第50天就是圣灵降临节。所以旧约有77节、5旬节，到新约的5旬节就是圣灵降临节，都是第50天哦。所以你把旧约出埃及的那一天就是黑暗之灾，然后他们逾越节开始起行，好，离开埃及的第1天。然后呢，逾越节就是要在门框上面涂上血嘛。好，那个血呢，到了新约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然后呢遮盖我们，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然后他们出埃及的50天之后呢，到了西奈山下，上帝亲自降临，对他们颁布律法诫命。而耶稣复活的第50天就是什么？圣灵降临。圣灵降临呢是要做什么？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第2章，那些人被圣灵充满，每个人都开始说方言。但是呢，这个方言是用各国的方言，总共你看圣经有15种的方言，每个人用不同的话，可是都讲同一个内容，都在赞美上帝，都在赞美上帝。所以那个5旬节那一天呢，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就是彼得说的，被你们杀的那位耶稣呢，神已经立他做基督哦。
所以我们可以对照旧约的这个第50天和新约的第50天，其实上帝的心意都是一样，要我们更认识他，借着耶稣来认识他。而上帝在西奈山降临之后呢，一样19章的这一段呢，摩西被上帝召唤到山上去。如果我们去把这个出埃及记去读呢，你会发现摩西总共上去又下来，上去又下来，至少5次哦，很辛苦哎。摩西这时候几岁？80岁的时候，上帝要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去山上，好上去一趟，再下来一趟，好，对一个80岁的老人来讲，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过去这个礼拜呢，牧师去爬了中央山脉，好，去爬了这个中央山脉的北2段，好，总共爬了4天，好，爬了4天。这4天呢，大概走了40公里，好，那每一天呢都要走10几个小时。有时候呢，好是半夜2点，好就要起来开始走路，走到呢，好都会非常的后悔，说我为什么要出来爬山？好，不过呢，每爬到一座山呢，好看到这个群山的时候呢，又会觉得说，哇，上帝的创造真是太奇妙了。台湾好，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好，在一个山上，好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山峰围绕。好，所以以前牧师读大学的时候呢，是登山社，所以非常喜欢爬山。好，这一次呢，刚好有几个学生好邀请我跟他去爬，所以呢，我就义不容辞的好跟他们去爬，才发现说啊，我已经20几年没有爬山。但是呢，摩西80岁，他要去到山上，在山上的地方，上帝呢把他叫上来。可是呢，我们看到20、21才上来之后呢，上帝马上叫摩西下去。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是摩西，你会说什么？上帝在给我真笑话吗？我好不容易才上来，你又叫我下去。如果是我的话，我才上来又要下去，我绝对不要。但是呢，摩西为什么要下去？因为上帝要摩西下去告诉这些百姓，你们太近了，你们离这座圣山太近了，你们太近了，都还没有听到上帝颁布的话，你们可能就会死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他们会死在那个地方？因为他们还没有被上帝的话改变，他们还没有被上帝的话改变他们的生命，身上还带着那种老我、旧我、那种有罪的我的思想，所以他们离上帝太近的时候是会死的。你还记得当大卫他去迎接这个约柜从非利士人的土地迎接要来耶路撒冷的路上，就有一个乌撒，他是圣歌队的队员，他就好心去帮忙扶那个约柜，就一扶之后怎么样？就被上帝击杀。他是好心，可是呢，他却不明白他是有罪的，不能够离上帝太近。我们读出埃及记也是一样，读到后面30几章，当上帝要向摩西从他面前显现的时候，上帝还要摩西拿一个帕子遮住，免得摩西亲眼看见上帝太圣洁、太荣耀，摩西会死在那个当中。但是呢，到了今天，我们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耶稣的遮盖，有耶稣的遮盖，所以你想要离上帝多近，你都可以借着耶稣离上帝多近。好，但是呢，摩西呢，他就回来之后呢，他就把上帝的话马上对百姓说什么呢？出埃及记20章，这是出埃及记当中可以说最重要的。20章的内容呢，好，我们一起来读21章的1节2节。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摩西已经去山上一趟，又马上又下来，然后把上帝这一段话准备要告诉百姓。什么话呢？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好，这是第1诫。第2诫，不可为自己雕刻任何的偶像，好，不论天上地下有形无形，可以看见可以看不见的。第3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4诫，有没有人背得出来？要守安息日。第5诫呢，要孝敬父母。第6诫呢，
不可杀；第7诫不可奸；第8诫不可偷；第9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第10诫不可贪恋人一切的所有的财产，很多东西就是财产。这10诫是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核心，可是呢，却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要做上帝子民的首先的要求。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里面说，属神的子民，在和合本的修订版，就是另外一个翻译，属神的子民叫做上帝宝贵的产业。我们说一次，上帝宝贵的产业。你是神的子民，请举手。好，举手的人呢，你就是上帝宝贵的产业。阿们。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上帝宝贵的产业？有一些产业呢，我们觉得哇很宝贵，但是如果你不晓得你是上帝宝贵的产业，你会觉得上帝一点都不了解我，上帝一点都不爱我，上帝一点都不看重我，他都没有听我的祷告。但是因为10诫，因为上帝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上帝宝贵的产业，就是上帝的子民。因为10诫，让我们的生命生活的重心不再一样。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后面的10诫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子民必须选择，不能够爱金钱、爱马门，又要侍奉金钱，又要侍奉神；不能够又要爱世界，又要爱上帝。所以属神的子民呢，是上帝宝贵的产业。成为上帝宝贵的产业，就是懂得选择。而这一段10诫的最后一句话呢，我们来看21节。当摩西把这些话讲完之后，山上就有雷轰、闪电、密云，地大震动。哇，这个百姓在山下呢，听到上帝的10诫呢，非常的害怕，所以百姓怕到站得离山非常的远，他们都不敢再靠近这座山，整座山都成为圣山。可是摩西一个人呢，却圣经说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中，跑到后面去了。摩西一个人却离上帝很近。摩西在这边所代表就是圣洁的神、有罪的人的中间的这位叫做中保。我们说的是中保。中保是什么呢？中保就是关系人、介绍人。你有没有买过房子？有没有买过车子？好，如果有买过房子，有买过车子，你有没有办法直接去买到一个房子？通常都需要有一个介绍，需要一个中介，需要有一个 dealer 好去帮你介绍。好，透过他买到这个房子，透过他买到这个车子。而这个人呢，他就在这当中扮演一个居中的角色。在旧约当中，摩西他就像是这个中保一样。当大家都离上帝很远，本来是很想要靠近，看看上帝长什么样子。可是当摩西下来颁布10诫之后，哇，大家赶快后退，离很远的时候，摩西却照一个人靠近在上帝的当中。这是他们第一个身份的改变。过去是奴隶，现在他们有10诫，能够成为属神的子民。而第二个身份呢，是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来看22。同样这一段经文20章里面22到26节呢，上帝说：“你们已经看见了我亲自从天上向你们说话了，所以不可为我造偶像，不可为自己造神像。你们要做什么呢？要筑坛、献祭，还要纪念上帝的名。纪念就是提到上帝的名，在这个坛的当中提到上帝的名。上帝说他必到那里赐福给那个人。”代表什么呢？其实这件事情亚伯拉罕之前就已经做过。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为上帝筑一座祭坛。他在那边筑祭坛，在那边献祭的时候，就是在纪念上帝的名。上帝就在那个地方祝福给他。你会到什么一个地方去筑坛纪念上帝的名呢？其实筑坛就是祷告。好，看你旁边弟兄姐妹说，筑坛就是祷告。筑坛就是祷
当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先为这个地方来祷告，就是在纪念上帝的名。好，我们这个礼拜已经开始放寒假了。寒假之后呢，你可能会开始有去参加营队、营会，或是你可能会有去其他地方旅行。过年可能会去探亲，甚至好开学之后，新的学期开始，你可能好大部分还是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地方。可是呢，当你一去到一个地方，你要做的记得亚伯拉罕，记得摩西，出埃及记20章，你要先在这个地方筑坛献祭，纪念上帝的名，上帝就会在那个地方赐福给你。阿们。今天是学测的第一天，好，学测第一天，好，我们今天没有人去参加学测。有趣的，如果你还来这边礼拜的话呢，牧师真的要给你鼓励啊！当你去到考场当中，好，或是你将来有机会要去考试，去到考场当中，好，进教室，你到这个教室坐下来的时候，先坐下来。我记得以前我当青年牧师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告诉那时候的学生：你们到一个教室坐下来考试的时候，记得先在这个地方先祷告，纪念上帝的名。上帝就会在这个地方祝福你，即便你可能考试还没有准备很齐全，即便你可能很紧张，前一天晚上睡觉没有睡好，即便你可能要去面试，好，你可能要去备审，你可能要去找学校，好，或是你要去找督导，但是你先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的时候，筑坛献祭，纪念上帝的名，上帝就会在那个地方赐福给你。阿们。所以不要害怕，你要记得，好，我们是祭司的国度，祭司的身份是做什么？祭司的工作就是要筑坛献祭，提起上帝的名，那个纪念就是想起来，因为我们都在环境当中害怕。当你有筑坛献祭，你就会想到上帝，想到神，上帝就与你同在，上帝就要赐福给你。然后后面又接着说，啪啦啪啦，好，就是说。上帝要的祭坛呢，那个石头，你不可以去买现成的，那个石头是要圆形的，原来的形状。所以那个原来的形状的石头，你要把它叠起来呢，是需要花费时间的。好，为什么呢？好，因为上帝不要经过人的手去雕刻，还有呢，献祭的人呢，不可以用台阶上楼梯。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人还没有发明underwear， 什么是 underwear？ 奶口底裤。所以你走上去的时候呢，走到楼梯那么高去筑坛，下面的人就没有看到你没有穿内裤，好，这样就会呢不雅观。所以呢，祭司的国度，好，其实就是要学习敬拜，要学习献祭，还要学习自洁哦。我们把这3个说一次：要学习敬拜，要学习献祭。要学习自洁，因为我们是什么的国度？祭司的国度。你相信你是个祭司吗？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可是当你把上帝的话打开，你是一位祭司，敬拜神的祭司；你是一位筑坛献祭的祭司；你是一位自洁的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好，借着耶稣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第3个也是最后一个，上帝告诉这一群人的新的身份。第一个身份是属神的子民，第2个身份是祭司的国度，最后一个是什么？神圣的国民哦。这里面呢，总共有3章，21章讲到了条例，讲到奴婢的条例，还有惩罚暴行的条例。讲到这个东西物归所原主的责任。22章讲到赔偿的条例，道德宗教的条例。23章讲到的比较长，好，下礼拜我们继续看公平正义、安息年、安息日、逾越节、吹角节和祝棚节，逾越节、祝棚节和收获节，还有应许和警戒。这几件事情呢，好，我把它变成一句话。21章就是在告诉我们，上帝不论面对弱者、弱势，
或是强权，上帝他都要保障人所应当有的权利和你所拥有的权利。22章，上帝颁布律法，那时候以色列人的律法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可是呢，可以说是很特别的律法，因为上帝透过这些的法律制止这些犯罪，否则没有规定，大家呢就是插队。你看现在过马路有没有比较安全一点？有，为什么？要罚多少钱？6000嘛。你是为了6000还是为了安全？为了6000，因为用这个6000块就可以制止这些的罪恶。当我去在美国的这个一段时间的时候，我觉得哇，在美国人真的是生活呢有人的尊严，就是你过马路呢，车子停很远在等你，他也不会给你按喇叭。但是呢，感谢上帝，回来台湾呢，现在也可以享受这样子的尊严，就是你过马路的时候呢，是可以怎样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去年7月开始要颁布的时候呢，大家过马路都是怎样？好，车子让你的时候，你还不敢走，好，然后大家都这样，好，拍谁，好，然后赶快用跑的，你会看到很多人跑。现在呢，1月大家过马路的时候是怎样？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好，你有没有发现？才短短的半年，所以这个6000块呢，也是很重要。为什么要颁布这个呢？因为呢，台湾一直被笑称说是行人的什么地狱，过马路呢，是非常的危险的事情。可是呢，有定这个法令，就改变我们的生活。今天你可以享受过马路的安全，你可以一边滑手机一边过马路，还不用看到有那个机车撞来，甚至呢。好，你在白目一点的闯红灯，好，你也可以走过去，好，因为这个都是法令保护人的这个权。而23章好告诉我们为什么可以庆祝节庆，好，整个以色列人庆祝3大节庆，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各个角落都有公平正义，所以大家可以安居乐业，可以过自己快乐的生活。所以他们才能够一起的庆祝。如果你看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他们有没有办法过圣诞节？他们有没有办法过母亲节？逃难都来不及了，有没有办法过情人节？都已经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只有在这个整个社会安定的时候，他才能够享有那个节庆，包括安息日，包括安息年。神圣的国民，上帝的子民是要合乎上帝的要求，所以这3个，我们这3个身份，我们再说一次：第一个是属神的子民，第二祭司的国度，第三这是给以色列人，但是也是给我们每一位人。这就是上帝所说的：“我如鹰将你们背在背上，翅膀上。”带来归我。好，因为我们来读一次 I carry you on eagle's wings and brought you here to me。 上帝把我们背在翅膀上面，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有这3个身份，因为有上帝把我们背到他的面前，我们才能够享受这3个身份。这2只是真的是嗷嗷待哺的小老鹰哦，刚出生的时候，好，它就只能够呢哀哀叫，好，就只能够哀求，肚子饿了，好，就哀哀叫。但是呢，上帝呢就让它成长，变成什么？可以翱翔的老鹰。基督徒也是这样，你的基督徒的生命，好，刚开始什么都不懂，都不会的时候，就像是那个小小的老鹰在鸟巢当中，但是呢，借着上帝的话，借着上帝的训练，让你呢可以翱翔，你可以服侍上帝，你可以为主做工，你可以不用害怕到任何地方，因为你是一个属神的子民，是一个祭司的国度，是神圣的国民。你知道到任何地方，只要足坛献祭纪念神的名，就有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祝福啊！
所以这一群人过去是奴隶，现在变成属神的子民。过去是嗷嗷待哺，嗷嗷就是哀叫、哀嚎的意思。现在呢，变成祭司的国度。过去呢，他们是应景的人，就是偏离。好，上帝说这样子，他们偏偏要这样子，甚至他们是上帝说要往这边去，说没有，他们说他们要回去。过去他们是偏离，不断的偏离，但是最后他们是成为神圣的国民。这样的改变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属神的子民是因信称义，祭司的国度呢是因信成圣，神圣的国民呢是因信得荣。好，我们把这三个说一次：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这三个呢，就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三个重点。要先有对上帝有信心，才能够跟上帝有好的关系。跟上帝有好的关系，你才能够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才能够看见上帝的同在，进入上帝的荣耀当中啊。而这三段，这也是整个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三个故事：上帝拯救的故事，上帝立约的故事，上帝同在的故事，是为了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他的祭司、他的国民。而这三个部分呢，跟我们有关的，就是我们的身心灵都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实戒是要我们身体力行。好，所以是实戒要我们身体力行。为什么每个礼拜要做礼拜？就是要你身体力行。你这个礼拜心情不好，这个礼拜一个礼拜来，一个礼拜不来，你的身没有到上帝的面前。实戒是一个属神的子民的要求。有的人用他的身体可以弄狗咖，什么叫做弄狗咖？钻教底，钻谁的教？钻妈祖的教，这也是他在身体力行。但是上帝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身体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身体不可以偷窃，不可以奸淫，要孝敬父母，感谢赐给我们身体的父母，不可以去贪恋别人一切。实戒是跟我们的身体有关，而出埃及记讲到很多的条例，是在塑造我们的 mind， 就塑造我们的心智。当你幼稚园的时候，你会不会加减乘除？那你现在为什么很会99乘法表？因为你的 mind， 你的心智不断的被塑造，看了很多的课本。昨天学期结束的时候，有多少人把课本丢掉的？还留着吗？好，还留着。好，很多人呢，好，学期一结束呢，哇，这个课本用不到了。但是用不到没有关系，因为他已经被这些课本陶冶塑造他的心智。你所学习的、塑造的，就像是圣经的话、上帝的条例，在帮助我们的心智成熟。而出埃及记的最后这一段会幕的建造，其实在塑造我们的灵性。好，那这一段呢，要花更多的时间，更不容易。但是你只要抓住这个重点，出埃及记这个会幕有关的东西，都是在塑造我们的灵性。所以我们每个人有身、有心、有灵。身是最简单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摸得到，就是我们的身。心在哪里？心就是你的心智，你的情感，你的意念。灵呢，却是最困难，但是灵呢，却是最基本的。因为有这个灵，亚当有这个灵，他才成为一个上帝眼中活的人。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不是 AI 画的，这个就是我 Google 到的母鹰背着小鹰的照片。其实他是不是背它？那他是怎么弄它？抓着它。这个我是去看书上写的，但是呢没有办法证实。就是呢，母鹰呢，它要训练小鹰飞的时候呢，它会做几个动作。第一个呢，它会把这个鸟巢弄得很乱很脏，
老鹰都是住在这个悬崖峭壁的上面因为老鹰呢，它需要比较高度。好，老鹰通常不住在这个树林，它要住在悬崖峭壁。所以呢，老鹰呢，它只要有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好热空气有热气流的时候呢，它就只要一离开它的这个悬崖峭壁呢，热气流它要张开它的翅膀，老鹰就怎样，它就会腾空，就会飞翔。但是母鹰要训练小鹰飞翔的时候，它会先把鸟巢怎么样，弄得很不舒服。太舒服，这个小鹰都怎样？整天在里面睡觉，然后在那边嗷嗷待哺，一直哀叫。母鹰会弄得很不舒服，让它赶快离开这个鸟巢。可是呢，当它离开的时候呢，它必须怎样？因为在悬崖峭壁，它不能走出去啊，好，没有路可以走，它就必须要学会去运用它的翅膀，所以呢，甚至呢，母鹰呢，或是这个老鹰的爸妈呢，会把这个小鹰呢，把它踢出去，把它丢出去，让它怎样，从上面直接摔下来。当它从上面摔下来的时候，它的本能会怎样？赶快，好飞，好赶快飞。然后母鹰呢，或是老鹰呢的爸爸呢，会在上面看，如果它真的会运用它的翅膀。他就会怎样？他就会知道，飞起来的感觉。可是如果那个小鹰失败的话，母鹰就会怎样？它就会俯冲，好，用非常快的速度，好，时速超过200，往下俯冲，然后呢，就是这张照片，冲下去。当那小鹰快要坠地的时候，把它抓起来，好，抓起来，然后呢，带上去，然后呢？你们都很聪明，对，再把它踢出去，再丢一次，好，可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不是老鹰，好，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会觉得母鹰、老鹰很残忍，它必须要这样做，不然它永远不会飞，它永远就在家里面怎样，靠爸、靠妈，好啃老，它就永远离不开这个鸟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子民，祭司的国度，神圣的国民。我们都要离开我们的舒适圈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我这样子就够了，我跟上帝的关系今天这样就很好了。我今天好走到这个地步，上帝已经带领我来到这边，可以了，我觉得 OK 了，比以前进步很多了。但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并不是要我们永远停在这个舒适圈，上帝会像母鹰一样，不断的把你 kick out， 把你踢出去。上帝会不断的呼召你，你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上帝要你去像摩西一样，把人拉上来，把人带出来，把人领出来。上帝不要我们停在舒适圈，上帝要我们活出一个。人人皆祭司，你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你是一位属神的祭司。什么是你祭司的工作？筑坛，然后呢，献祭，然后呢，纪念神的名。好，再说一次，筑坛，献祭，纪念神的名。你就是一位祭司，你就是一位祭司。所以你回到家中，在你的家可不可以筑坛？可以。在你的学校可不可以筑坛？可以。在你工作的地方可不可以筑坛？任何的地方你都可以筑坛。当你开始筑坛，你就是一位祭司。而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好，请这个敬拜团到台上。而上帝要我们活出天国的子民。就是要委身基督的教会。当教会就是以色列人，就是教会的缩影。我想要问问大家，你觉得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比较多，还是现在的教会人比较多？出埃及有200多万人，现在的教会有多少人？现在教会，我们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几十个人，但是呢，如果是所有的。我们这边是桃园所有的教会加起来，好，
大概有5000个人，5000个基督徒。如果呢是所有全台湾的教会加起来呢，也有50几万，可能有上百万的基督徒。如果全世界的基督徒加起来呢，将近一半以上，加上天主教，所以教会比以色列人出埃及还要多。这么多的人，而且再来是我们今天，如果你把上一个世纪的基督徒，把1000年前的基督徒，把从摩西那时候、亚伯拉罕那时候的人，上帝的子民加起来，有多少人？哇，不得了！这可能还没有办法去好好算。这么庞大的一群，我们都是成为天国的子民哦。所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明白，我们都是基督的教会，都是基督的教会。我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有一些同工去到了青埔，去到那边去服侍，可能没有办法短时间或是接下来没有办法在我们当中一起敬拜，但是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阿们。我们都委身基督的教会，阿们。所以我们要离开舒适圈，要足坛，要献祭，要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而等一下，当你在小组的时候呢，我也希望你想一下，上帝如何像母鹰一样把你踢出来，上帝如何又把你像母鹰一样俯冲下来，把你抓住，抓到你真的知道跟上帝祷告，知道你真的跟上帝有亲近的关系。而服侍上帝的人，这些祭司为什么需要明白、认识、明白上帝的话？还有等一下在分组当中，也为彼此来代祷。不论我们在小组里面，或是今天不在我们当中的人，以及在别的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要祷告，成为天国的子民。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柔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
的国度里，所有罪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生命很高的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亲爱的弟兄姐妹，老鹰的翅膀是一对。如果一只老鹰只有一个翅膀，请问它要怎么飞？如果一只老鹰只有一只的翅膀，另外一只的翅膀不能震动，它是没有办法飞翔。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是老鹰，是有一对翅膀。这对翅膀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灵。今天牧师带领大家读出埃及记，非常不容易消化的一段，但你必须要消化，你的翅膀才会强壮。如果你不能够运用你的翅膀，你没有办法离开地面，你没有办法离开鸟巢，你只能够在鸟巢里面嗷嗷待哺。但是当你有上帝的话，你的一只的翅膀会强壮，你一只的翅膀会有长出羽毛，会有能力。那我要问，另外一只的翅膀是什么？基督徒一个翅膀是上帝的话，另外一个翅膀是上帝的灵。我们一起说上帝的灵。上帝的灵，你必须要有上帝的话，必须要有上帝的灵，你就会有一对翅膀。有的人追求圣灵，却没有认识圣经；有的人认识圣经，却没有认识圣灵。这样的翅膀都不够平衡。你必须要有一对翅膀，又有上帝的话，上帝的灵。牧师要为你祷告，让上帝的话充满你的每一天，要为你祷告，让上帝的灵充满你的每一天，让你成为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神圣的国民。你有一对翅膀，你可以飞翔，你可以张开，上帝会让你离开地面，看见上帝的心意，好不好？请你把眼睛闭上，把你的手按在你的胸前，按在你的心上。当牧师祷告一句的时候，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我是属神的子民，我是属神的子民，是祭司的国度，是祭司的国度，是神圣的国民。是神圣的国民。谢谢你赐给我上帝的话语，谢谢你赐给我上帝的话语，谢谢你赐给我宝贵的圣灵，谢谢你赐给我宝贵的圣灵，谢谢你带领我离开埃及，谢谢你带领我离开埃及，经过红海，经过红海，喝过苦水，喝过苦水，和亚玛力人征战，和亚玛力人征战，赐给我玛纳，赐给我玛纳，也赐给我律法，也赐给我律法，赐给我主耶稣，赐给我主耶稣，赐给我宝贵的圣灵，赐给我宝贵的圣灵，请帮助我请帮助我每一天领受神的话，每一天领受神的话，每一天领受神的灵，每一天领受神的灵，凡我所到之处，凡我所到之处，我要足坛，我要足坛，我要献祭，我要献祭，我要纪念神的名，我要纪念神的名，让你的话
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你的话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用我的生命，使用我的生命，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成为耶稣基督的学生，成为耶稣基督的学生，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世上的盐，使周遭的人周遭的人能够因我蒙福。能够因我蒙福。谢谢天父，谢谢天父，听孩子祷告，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们。将你的两只手，把你的两只手举起来，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黑夜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注视你荣耀宝座，如鹰在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采。最后一个祷告，牧师有感动，因为我在这个地方跟很多的年轻人一起祷告，也看到很多年轻人的成长，也看到很多年轻人的跌倒。但是我知道，上帝对年轻人的心意没有改变。各位年轻人，上帝要使用你，上帝要使用你，上帝要使用你。你愿意被上帝使用吗？你要被上帝使用，你必须要让你的翅膀强壮，你必须要让你的翅膀长出羽毛来，你必须要离开舒适圈，不再嗷嗷待哺。你可以在上帝的国度当中翱翔。牧师经历过，我来这个地方还是一个传道，成为青年牧师，成为青年牧师，又去开拓教会，去开拓教会，又去到国外，去到国外，又去服侍不同的族群。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上帝让我看见他的国度何等的广大。我并不是要你离开迦南教会去其他地方，而是要你看见你在迦南教会当中，上帝要给你的命定，在教会当中，上帝要给你的呼召。你可以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只要你相信，因信称义，跟上帝有正确和谐的关系，因信成圣，活出祭司的生活，足坛献祭，纪念神的名，你就会有上帝的同在，就会每一天经历上帝的荣耀，就会看到上帝不断在带领你做新事。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愿意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做新事？你愿意的话，我要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来，牧师要为你来祷告。你愿意被上帝所使用，说主啊，求你使用我，我愿意如鹰展翅上腾。如果是你的话，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来，你不需要看别人，你只要专注的来看神。举起手来，愿意被神使用的，举起手来，我要为你来祷告。无论你在现场或在线上，你向着神来举手，你向着神说：主啊，使用我，我愿意被你来使用。我要为你来祷告，你也开口为你自己来祷告，因为上帝要的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要听见你的祷告，
上帝要听见你在这个地方的足坛，上帝要看见你在这个地方的献祭，上帝要看见你在这边提起他的名，纪念他的名。上帝要在这个地方赐福给你，上帝要在这个地方来使用你。上帝要在今年2024当中，他要与你同在，把你所到之处，上帝要与你同行，与你同在。上帝要使用你，上帝要大大的使用你。是的，天父，我们要为每一位举手在你面前的孩子来祷告。主啊，因为这不是人的呼召，是上帝的呼召，如同上帝在西奈山呼召摩西一样。这一群人，他们愿意如同摩西，谦卑到山上寻求神，他们愿意谦卑从山上下来服侍人，帮助人。主啊，这一群人，他们愿意，不论他们现在20岁、40岁、80岁，他们愿意像摩西一样。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每一天提醒他们，他们是属神的子民，是祭司的国度，是神圣的国民。每一天用你的话来喂养他们，用你的灵来浇灌他们。即便他们的课业再忙碌，即便他们的工作压力再大，即便他们在生活当中有再多的挑战，主啊，求你自己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来到上帝的面前，足坛献祭，纪念神的名，领受神的话。主啊，这是你自己的百姓，自己的子民，这是你自己的呼召，请你自己来动工。相信在这一群人的身上，必要看见上帝你要成就，你要使用他们，你要塑造他们，让他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谢谢天我们，谢谢天父，谢谢爱我们的主。主啊，也求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个神的孩子。主啊，让他们能够每一天在主的爱当中不断的成长，每一天不断的提醒自己要来亲近神。感谢爱我们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你是祭司的国度，你是祭司的国度。跟他说，我也是祭司的国度，我也是祭司的国度。请坐。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一种感动，出于甘心乐意，也是一种行动，为主圣工所用。一起。我心切切渴慕你，主，我要紧紧跟随你。你恩典与慈爱永不止息，你心事直到永远。我望我的神因你奇妙生命，献上我的赞美。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耶稣，主耶稣，就用我一生。爱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主啊，你的慈爱，你的恩典，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你，你必赐下慈爱以及智慧以及恩典，让我们时时的能够称颂你，能够荣耀你。主啊，你必带领我们如鹰展翅上腾。现在我们奉上时间、金钱、才能，
为主圣工所用。现在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用这首歌来敬拜他。这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真伟大，叫什么？你真伟我们大。把你真伟大改成上帝，我们来说上帝真伟大，我们再改名说神真伟大，神真伟大。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唱。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的雷声，又听到隆隆雷声，神的大功要遍满在宇宙中，遍满了宇宙中。当我想到，当我想到，神竟愿在他儿子降世生命，我既不顾理会，住在世家，甘愿背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再一次来说，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来，咱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每位弟兄姐妹同在，使你们明白，你们是属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神圣的国民，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再次拍掌，把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请坐。我的，嗨，大家好，我是差点讲 Uni 了，我是学青小组的组长，我是敏媛，大家好。对，接下来要就是我们的报告时间啦。好，好，这个就是一直在说的。我们2024呢，就是我们原本的酷啊 Uni 跟 OP 合并成为我们的家亲。拍手。对，今天已经是第2次小组了哦，所以而且人越来越多了，希望还没有来的你都可以参加我们的小组哦。然后我们的小组时间是每周六的下午的3点半到5点的时间，然后晚上还有7点半到8点的时间有小小的聚集时间哦。然后呢，我们还有家亲的官方LINE以及我们的 IG， 欢迎扫哦。对，走秀一下，对，
还没有加入的你，赶快来扫，赶快扫。对，里面会有非常多我们的就是点滴啦、小组的内容啦、花絮啦，对，欢迎大家来扫，来追踪、按赞，没有订阅了。好，希望我们可以申请蓝勾勾，应该没有不可能。好了。好，那就是我们的小组时间喽。嘉青就在我们旁边的交易厅，支持壮在亲子室。那我们接下来就小组喽。还有今天有没有新来的伙伴、新来的朋友呢？没有，有没有没看过的朋友呢？或者很久没有来的伟谦，很久没有来了。好，拍手一下。OK， 好。你看，不认得了吧 ？OK，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小组时间，大家彼此问安。